片吼，咱的手机啊，甲关机，也是甲调做静音吼，互咱等下礼拜当较顺序来进行。啊，这是咱要来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用你的听，用你的恩典，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而且要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全要根据你的信心，只是甲阮三个弟弟，互阮有安静的心，互阮有拍开的心，通领受你的话，来得到智慧，得到快乐，也互阮所行所做，当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专特别将所有礼拜中服侍同工，拢交伫你的手，无论是献诗、会写落抒情、抒会分享信息。主愿将每一位同工拢交伫你的手，根据你亲自来祝福阮，也阮手所做的拢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也搁一届将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交伫你恩典的圣手，根据你赏赐阮教育用的恩典，也互阮有安静的心，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我带什么就问上主，带什么来敬拜至高的上帝。敢着用烧化祭，还是智慧的牛仔来就近伊？上主敢会欢喜层层食的油角，还是慢慢条溪的油？我敢着为着家己的罪过献大囝，为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咱要三个来认识俄罗上帝，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会众请起立来吟。会众请坐。这是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真假哩，只是谦卑来到圣殿敬拜你，恳求圣神，只是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更较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话加做阮的快乐甲帮助，带领阮跑走人生的路程。主啊，感谢你拣选阮加做你的家里，领受主丰盛的恩典，赐予阮丰盛的产业，阮献上满心的感谢。嘛恳求上帝赦免阮伫常常无意中所犯的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恳求主洗清阮的心，互阮有正直的灵，伫主内加做神造的人。保守阮袂互世间罪的引诱来影响、来犯罪。我靠主，毋是我靠家己的聪明，我看家己最有智慧，就敬畏上主。特别上帝，虽然伫生活中，阮有时肉体会软弱，嘛拄着困难，互阮真艰苦，
神来真惊吓。总是主的慈悲疼痛，保守看顾阮，一步一步行过每一个挑战甲困难。因为主你无比的疼，救赎的恩典，互阮带互阮有永生的愿望。阮要日子一世人群对主，为主来服侍，恳求主赐互阮有对主来的智慧，温上加温，力上加力，诚做合伫上帝心意的好管家。兄弟姊妹三勉励，三扶持，有合一的心，同心服侍，有好的见证，带领更较侪的人来信主，延光主的性命。特别上帝，我要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相连教会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伫153年前，主你带领马介博士来到台湾宣教，福音的种子伫这个台湾这个所在开始铺芽，侪信仰的前辈、美好的脚业、专心的服侍，福音传到台湾全地。因为上帝的拣选甲恩典，阮领受丰盛的祝福。主啊，伫今年10月份，阮的教会要选出新任的长职，求主来带领，合伫主你心意的同工，同心为着教会的圣工来服侍，装备阮，诚做基督的精兵，为主来征战传福音。嘛求主来复兴相连教会，使互教会的宣教事工有果效，带领更较侪还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互教会诚做阮社区的祝福，嘛诚做正教会的祝福，延光主的性命。只是阮嘛要为着教会伫暑期的真侪事工来祈祷，求主来带领、保守、看顾，一切拢顺利。愿教会所规划的每一个事工，拢得到主你的欢喜。透过这个事工，会当带领更较侪的新朋友来到教会，互因有机会的认捌主，来加做因一生的祝福。主啊，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来掌管伫台湾，赐智慧，互阮的赖总统以及所有的行政的团队，行公义，制定合伫主你心意的政策，祝福伫即个土地所有的百姓有对主来的平安。也为着心灵有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掌管，互因的心灵得到坚固，满有平安，有气力来行头前的道路。也为着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互因会当真紧恢复健康，倒来到教会，甲阮大家来敬拜你。也为着今仔日讲道的游牧师来祈祷，互游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带出信心的气力，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主啊，阮安尼祈祷无够耶，阮来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大家来祈祷。愿你的灵，愿你的名信，你的国领导，你的旨之家，你对你心意的毅力，愿你是平安可万，下面关的保护，祈求万要下面红万啦，我地传万离起，我地万快点太阳，因为国、欢迎、灵歌都是你所有，代代共进，阿门。这是咱们大家来启应，咱们教徒启应文29篇，信息146篇，我来启下节来用。定着恶乐耶和华，
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恁无伫我靠君王，无伫我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地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棒受冤家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厝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这声恁着学乐耶和华。这是咱要请西罗亚诗班带咱来学乐上帝勇气的歌，勇气的歌。感谢西罗亚诗班用真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来共读上帝话。第一段的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7节，现代台译本汉罗版268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192页的所在。《使徒行传》第4章32节。
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无一个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所有的物件公家用。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国话，众人拢得到大恩典。因中间无人有欠亏，因为有田园厝体的人拢卖出去，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予使徒，照逐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意思就是安慰者。伊卖家己的田园，钱摕来交予使徒。第二段的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第9章26到27节。26节，扫罗到耶路撒冷，想要甲门徒交陪，因拢惊伊，因为无相信伊是门徒。不过，巴拿巴接纳伊，带伊去见使徒，甲伊说明扫罗伫路中看见主的经过，甲主对伊讲话，以及伊伫大马士革偌尼勇敢，奉耶稣的名传道的代志。第三段的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19节，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迫害四散的信徒，有的到腓尼基、塞浦路斯、甲安提阿，无对别人，只有对犹太人传教。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国内内的信徒到安提阿，嘛往希腊人传，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主的快乐甲因同在，信来归主的人也真多。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伊一个到位，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就欢喜。免得劝勉因大家，就专心一意信靠主。24节，巴拿巴是好人，互信心充满，阁有信心。迄时有真侪人信主。后来，巴拿巴去大数找扫罗，找到就带伊去安提阿，足足1年久。因两个甲教会的人聚会，教是真侪人。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以上，愿上帝祝福嘛赐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今仔日，咱要邀请咱的杨新少牧师来传讲信息。由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同心接纳服侍，同心接纳服侍。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通过来到伊的面前，来亲近伊，来敬拜伊。即时要请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要搁一届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搁一届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主，恳求你的信心，只是甲阮三个地地。因带带领阮，阮有安静的心，阮有拍开的耳孔，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快乐，互阮所行所做，当成做你所欢喜，成做你所祝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我小处理者。
照咱教会所安排的读经的进度，咱即马当咧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内底的历史册。作者路加伊通过《使徒行传》来记录初代教会发展的整个的历程。一方面帮助咱了解当时教会情景，详细嘛提供咱在看新约圣经其他的批信的背景。所以《使徒行传》通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资料。咱能通过即届咧读《使徒行传》的机会，更较详细来看，我相信对咱读新约内底其他遮的批信会有真大的帮助。《使徒行传》的前半段的主角是使徒彼得，伊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服侍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后半段这主角就转做保罗，伊互人称作是外邦人的使徒。主要是非犹太人来传福音，也世界来建立教会。伫使徒行传内面，除了彼得、保罗以外，也佫有侪其他的人物。因检测无亲像彼得，无亲像保罗遮尔出名，但是因伫无共款的位置，伫上帝无共款的呼召内面，因嘛拢发挥真大的影响力。咱今日所读的这3段的经文内底，拢有出现巴拿巴。咱特别通过这几段的经文，做伙来认捌巴拿巴这个人，也通对伊的身躯顶，咱做伙来学习一个人要会当成做教会、成做正人的祝福甲帮助。第一咱对今日第一段的经文有做伙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过一款真特别的生活，就是因所有的财物拢公用哈。这款的生活的模式，通讲是非常特别，也只有伫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才有出现。咱若看整个教会历史内底，并无其他教会来实行这款的方式。因为这款的方式，通讲是非常挑战人性啦吼。我问咱兄弟吼，咱即摆教会若甲咱讲，咱所有物件拢卖掉，钱拢交互教会做伙来分配，因想敢有简单实行？应该是无简单吼。虽然迄是一个咱知影做理想的状况，但是迄对人性来讲，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伫旧约圣经内底有一个制度嘛，真共款，犹原真挑战人性，真无法度实行。旧约内底有一个制度叫做禧年4年禧年的制度。每7冬是一个安息年，7个安息年了后，7、7、49冬了后的迄冬第50冬叫做禧年4年。禧年的规定是啥物？若有欠你钱的，一笔勾销，拢袂当去甲讨吼。土地卖你的，安怎？爱无条件土地行医。咱想看卖即款的制度，敢好实行？应该是真困难吼。有学者研究吼，即款的制度并无实际上来实行吼，伫因的历史内底。所以咱今日所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因会当过这款所有的物件公家用这款的生活，通讲是非常的无简单，爱突破真侪人性的这个限制哈。对人性的角度来看，咱人性的现实是，咱通常以自我来做中心。咱第一个想到的，拢是要满足咱家己的需要。我需要啥？我需要啥？咱想到的通常拢是这人的本性、人性，总是要安掠掉哈。咱所拥有，咱会通掌握的物件，将这些物件看做真重要、真有价值。当然，这毋是讲无好，但是若伤过度，我想这嘛，互咱限制，互咱干那看到眼前所拥有的物件。咱无多去思考，也是无迄款的眼光去看到更较远迄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代志。这是人性的软弱，人性的限制。伫传道书第2章的11节，安尼讲：
总是当我回头看家己的成就，想我所付出一切的着磨，我领悟到这一切拢是空虚，拢是掠风。日头的下面，一切拢无利益。这是上界有智慧拥有一切的财富，拥有真悬的名声地位的所罗门王，伊所讲的话，伊讲。伫人的眼光来看，我可能是非常的成功、真值得欣赏的人。但是伊讲，这一切我所得到这一切，最后若无结连伫上帝，那呢，这一切对我生命来讲，其实拢无利益，一切拢是空虚。耶稣伫福音书内底，伊嘛捌讲一个愚公的财主的故事，讲这个财主非常的好业，好业到伊的仓库无够大间。无法度通藏伊的这册无法度来藏伊的物件，所以就决定讲，甲伊的仓库拆掉，起个较大间的仓库。伊甲家己讲，等我的仓库佮起好，我的物件哪济时，我就当真安心来享受我的人生。总是上帝甲伊讲安那，讲无知的人我今暗要处理的灵魂。耶稣伊伫即个故事诶上界尾，伊就安尼结论来讲，讲迄个为着家己积聚财富，但是伫上帝目睭中却无富足的人，嘛是安尼。努力追求拥有非常的多，但是咱需要袂记得要超出和上帝的关系，超出迄个更好价值、有永远价值这物件。那安尼真可惜。咱拥有足济，但是上时咱嘛失去迄个更较大的福分，更较大对上帝来的祝福。人生的限制，咱需要去认捌，需要去突破。通过信仰的教导，咱也通来做伙来学习，将迄个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转做以上帝国来做中心。看见家己的需要，咱会当转变做会向学习去看其他的人的需要。有一句话安尼讲，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哈。你若愿意为别人设想，愿意为别人付出，那安尼其实是你会哪来哪不有。你若愿意互人，愿意和人分享，那安尼其实你所得到的其实是哪来哪济。我想这和咱的经验无共款，咱会想讲，我有的物件我和人分享，我就借去，我就无去啊。但是伫信仰的眼光来看，一个会向和人分享、会向帮赞别人的人，其实伊是上界富足、上界得到上界多的祝福的人。《使徒行传》20章的35节，保罗伊在回顾家己的一生的时，伊甲伊的同工安尼讲，伊讲我伫大项事顶面，甲恁留落好的模范。甲恁讲，应该着安尼温困做工来帮赞软弱的人，着爱会记得主耶稣亲身讲过的话，互人会比甲人体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会当互人会当真做别人的帮赞，这是我尔啊大的福气。主耶稣的教导，咱着放伫咱的心内，安尼来学习，互咱会当突破咱有限的眼光。无过是看咱家己的需要，会当看到上帝国的需要，看到其他的人的欠缺甲需要。咱今日的教会无过有亲像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共款过迄种所有的物件供给用迄款的生活。但是伫咱的教会内底，咱通过奉献即款信仰的功课，咱会当将上帝所赏赐的逐款的恩典分享出来。包括咱的金钱，包括咱的时间，咱的才能，咱上帝互咱的恩赐，通过安尼，咱会当学习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赞。奉献一方面，互教会事工会当真顺利来运作，顺利来推行。奉献更较重要，嘛，互咱通学习会向倚靠上帝，无过是干那倚靠咱家己手内所有的，来当用信心交托上帝，倚靠上帝。一个信仰的团体内底，只有会当所有的成员会当同心合意的时，才会当互这个群体会当有气力来向前。
咱看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人，做伙同心合意、无私的奉献，互这间教会有一个真好的见证，也真有气力往外来传福音。当因安尼做的是，有一个真重要的结果，就来产生。伫咱今日的经文内底有讲到，讲伫因中间无有人欠缺什么。当时咱会当想象社会上有真侪人，因是生活真不足、真艰苦的人。但是当这些人进入到教会时，受到侪人迄种的分享、迄款的照顾，互因的欠缺当得到补足。我想这就真做教会一个真好的见证。最后也互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计划，上帝就大大来祝福互因每一个人。当咱愿意安尼来学习奉献，从上帝互咱的恩典，和更较侪人来分享的是，上帝大大祝福互咱，互咱的生命有对以来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富足伫咱内面。伫这段经文内底，咱最后嘛有看到巴拿巴。伊虽然已经是当时教会内底的这个领导的阶层，但是伊以身作则，以家己对家己来做起，伊嘛真做一个好的模范，和正人同款，同心来奉献，真做所有的信徒，真做整个教会的祝福甲帮助。我想就是这款同心合意的心，互整个的教会会当一个真合作啦，真有气力往外口来做好的见证，来做好传福音。我想这嘛是今日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应该做伙来学习的。要安怎伫咱中间有同心合意、有无私的奉献。接下咱要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咱第二段的经文伫第9章。这个第9章是使徒行传内底真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啦，扫罗伊甲各位主耶稣相拄，互伊的生命真彻底来得到改变。伊进前是一个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但是即马伊正做一个无惜一切的代价来宣扬福音的真理的宣教师。伫第9章的前半段记载保罗伊甲主耶稣相拄。生命受改变的整个的过程，我想这段咱应该拢真熟。保罗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伊认捌福音的真理了后，有一段时间留伫大马士革来宣讲真理。宣讲的内容就是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儿，耶稣就是久长以来咱咧等待的迄个弥赛亚。这互原本是支持伊的犹太人反倒想要来杀伊，想要来将伊杀死所以伫所有的信徒的帮助下面，对迄个城墙顶安尼堆落啦用各款的方式帮助伊，互因会当离开大马士革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和当时的教会当时这信徒会当有一个好的交流，希望通过因。会当知影讲伊接下会当来做甚物？总是当保罗、当扫罗迄阵应该叫做扫罗扫罗伊来到这耶路撒冷的时，发生一件代志。伫9章的26节安尼讲，毋过因无相信伊是门徒，大家拢惊伊。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非常的惊因为保罗这款生命真忽然间的转变。互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真好接受真好相信啦扫罗伊原底是一个大力出力在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人，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因真有理由会当认为讲，保罗即马来到耶路撒冷来要认捌这个门徒，来要进入教会，一定有迄个歹的企图。是要做失败要甲咱的教会佮带来较大的迫害。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是安尼看保罗，无愿意接受伊，也无相信伊。但即款的情景内底，只有一个人伸出双手，用伊的行动来接待这个保罗。这就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个巴拿巴巴拿巴伊接纳也互保罗一撮协助，
当众人拢真惊，无愿意接受保罗的时，只有巴拿巴相信伊，愿意带伊去见使徒。巴拿巴这个名伫咱圣经内底也特别讲伊的意思，叫做安慰者、鼓励者、安慰的人会晓鼓励别人的人。巴拿巴的名真趣味伊的第一字的巴巴拿巴第一字的巴的意思是什么人的囝，什么人的囝的意思所以巴拿巴就是讲拿巴的囝，安尼咱会当了解圣经内底有另外一个例，耶稣捌医治一个目睭看袂见的人，叫做巴底麦。巴底麦意思就是底麦的囝，这个意思所以拿巴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囝，拿巴这两字就是安慰、鼓励的意思。所以巴拿巴互人称作是一个安慰的人，安慰者、鼓励者，真够安慰别人，真够鼓励别人。咱看到巴拿巴伊的生命特质，真正和伊的名的意思非常的共款伊真够去安慰、去鼓励这拄到困难的人。伫咱今日的这个经文内底，伊就是帮助这个受拒绝、无人要相信、无人要接纳的保罗，互伊会当和这使徒有一个关系的建立。伊对保罗伸出接待的手，我咧想，你若问我讲，伊心内敢有怀疑？我想有哪加减会怀疑啦这保罗到底毋知真正假？但是伫即款的情景内底，伊愿意伸出接纳的手，愿意用相信的态度来接纳伊我想这是一个真无简单。巴拿巴对伊的生命的特质内底，愿意去安慰，愿意去鼓励伫困难内底的人巴拿巴对保罗的接受，嘛对当时的教会，甚至对整个教会发展带来真大的一个影响。保罗互使徒来接纳，上界尾成做上帝所动用的一个福音的使者建立真侪教会伫这地中海的地区宣扬福音，做真侪福音的事工。咱会当想象，保罗伊若无受接纳，若无巴拿巴成做第一个接纳伊的人，那安尼整个教会历史的走向可能有完全无共款。咱真歹想象，新约圣经内底若无保罗写的批信，那安尼情形大概完全无共款所以巴拿巴伊所做的这个接纳的行动、接待的行动，带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我想这可能连巴拿巴伊家己当时都想袂到。所以牧师嘛要勉励咱伫教会内底其实嘛侪时阵会看到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无论是经过来做礼拜的，还是通过洗礼、通过信仰个别加入咱的教会，这些新朋友，咱是毋是愿意去接待因、去接纳因，去用一个真欢迎的态度，互因感觉真温暖，欢迎因加入咱的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当咱愿意安尼去做，愿意安尼去学习的时，咱做迄个果效，凡是会带来真大的影响力。这是咱是会当通过巴拿巴伊生命的特质，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接下来咱要进入到第3段的经文，咱做伙来看巴拿巴伊安怎谦卑服侍，也为教会带来祝福。伫任何的群体内底无单单是信仰的群体伫任何群体内底，必须爱有人愿意来参与服侍，来服务别人安尼才会当互这个团体不断向前，不断来成长。咱上载捌听到有一个法则就讲伫一般的群体内底有一个法则叫做20-80-20-80的法则这什么意思？你们知什么意思？20-80，一般的群体内底大概做代志的20%，服侍别人的人20%啦20%的人来服侍80%的人。你想这款的群体，敢阁有气力向外来发展？我想真限定，伊若满足处理内底需要，大概都拢无气力去一个群体，特别是信仰群体，我想需要更较侪人做伙来参与。当更较侪人会当做伙投入服侍的时，那安尼这群体就要更较有气力向外来做见证，向外来传福音。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
但是伫教会内底服侍，我想和其他团体内底的做代志有一个真大无共款，毋是要高估家己。伫外口的社团，可能我哪出名哪好，哪一个人知影我哪好。但是我想伫咱教会内底服侍无共款，咱伫教会内底的服侍的参与，是要来荣耀上帝，毋是要高估家己。但是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正兄弟姊妹的需要的时，咱就愿意用行动来参与，互上帝通来得到荣耀。我想巴拿巴伊伫遮的服侍，互咱一个真好的一个典范，也通真做咱的学习啊。咱来看啊，巴拿巴伫当时的教会内底做啥物款的服侍，伊安怎来参与？啊，第一，伊是受派到安提阿教会吼。巴拿巴伊无小心的，然后受派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去了解当时的状况。当时发生的代志就是有伫大压迫内底有人四散，所谓信徒四散，有人去到安提阿这个所在，伊嘛伫遐组成教会，就嘛引出一撮外邦人来信主。当耶路撒冷的教会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因就决定要派一个人会当去了解。安提阿教会这个所在情形啥款，要安怎甲因帮衬？因决定要派的人就是巴拿巴。咱知影伫当时的环境内底，受派出去到一个远的所在，迄是非常的辛苦吼，毋是咱真个出差吼坐高铁念伊就到吼，无，迄是非常辛苦、非常艰苦的代志。但是咱看巴拿巴伊无有提示。当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伊的时，伊就真欢喜来到安提阿这教会来了解因的情形。圣经嘛甲咱讲，当巴拿巴来到安提阿的时，伊的态度是真欢喜，看到因这人虽然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但是伊嘛领受上帝恩典，领受上帝祝福。巴拿巴就为着因感觉真欢喜。也甲因鼓励，甲因劝勉。巴拿巴毋是对因提出论断、提出批评。咱知影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是，外邦人根本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恩典。你若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就爱和阮犹太人共款，受割礼，接受阮的这个律法但是咱看巴拿巴拢无即款的反应，伊毋是论断，毋是批评。伊是甲遮个人劝勉，甲因祝福。这是巴拿巴到安提阿去的时所做的代志。到安提阿了解因的情形了后，巴拿巴也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巴拿巴伊甲保罗找来两个人做伙同工，做伙来教导遮个信徒。安提阿比耶路撒冷位置来讲，安提阿是伫较北边的所在伫耶路撒冷有一段路程但是安提阿和大数就是保罗的故乡保罗即马人伫大数这个所在，伊来到巴拿巴来到安提阿了后，伊感觉教会有需要保罗做伙来同工做这个教导的代志伊嘛知影保罗真适合来教导这个信徒，所以就将保罗找来，和伊做伙同工，做伙投入这个教导信徒的这款的事工内面。巴拿巴伊无想讲，我若找保罗来，本来我咧领导的我这个领导的位置就叫保罗威胁着。伊无安尼想，伊专然用教会、用信徒的需要来做出发点。教会有需要，信徒有需要这款的服侍，伊就去找保罗来，一点都无想到家己的这个角度。这是巴拿巴真无简单真会当值得咱学习。而且伊找保罗来了后，因两个做伙同工。圣经甲咱讲，足足有一冬的时间，因做伙服侍，做伙来教导这个信徒，真长的时间来委身来投入伫这个事工内面。咱知影做事工伫教会内底并毋是一届就会当完成，也是讲短时间就会当完成，看到果效的。一撮事工是其实主要真长期的投入、长期的参与，才会当看到效果。比如讲主日学这小朋友的教导青少年这事工陪伴这少年人，我想这拢是需要久长的时间的参与。
咱是毋是愿意伫一项事工一项有意义的代志顶面，用长的时间来做委身来参与？咱会当对巴拿巴的身躯顶，咱做伙来学习，愿意真委身、真投入来参与这有意义的事工。当巴拿巴、当保罗因来做的是，因所带来一个真重要的结果，就是安提阿教会成做一个真健全真有能力、真有气力的教会。那成做接续这福音事工，真有力的支持咱若继续读《使徒行传》，咱会看到保罗包括巴拿巴，因接续这宣教的事工，拢是安提阿教会甲因差派。成做因是真重要的支持甲帮助。所以当咱愿意亲像巴拿巴、亲像保罗因安尼谦卑来服侍，谦卑来真委身、真投入来服侍的时，我想咱的服侍，咱手所做的工嘛，要产生一个真大的果效，要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我想这拢是咱会当对巴拿巴的身躯顶做伙来学习看无家己。看教会需要，真谦卑来服侍，为着教会，为着众人通带来祝福。咱今日的经文的第3段内面嘛有讲到，讲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伊互信心充满，有坚强的信心，所以有侪人信主。巴拿巴因为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也有信心，气力甲充满。所以，伊就真有能力会当来完成侪的代志。我想这咧，咱提醒，咱咧服侍，咱咧做教会事工，毋是靠咱家己的智慧，靠咱家己的能力，靠咱家己过去的经验来做。伫服侍内面，咱得学习倚靠信心，互上帝来引带带领，互咱手所做的工会当合上帝的心意，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我想这也是咱通过巴拿巴伊的一生内底，这服侍的精神，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但是咱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常常有信心伫咱的生命内底，安尼咱才有气力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通过今日的几段经文，咱也通做伙来学习有几个行动的建议。第一，咱通做伙通过奉献、通过代祷去较济来关心也支持咱教会逐款的事工的进行。教会其实有真侪事工在推动但是咱有逐段嘛有讲，咱需要去较济人做伙来参与这事工，做伙来服侍咱的这事工会当去较有果效、去较顺利来推行。第二，咱嘛通学习来接待这拄来甲教会的新朋友。无论是经过的人，还是新洗礼新加入的人，咱拢会当用一个真欢迎的态度、真温暖的态度来接纳因，互因会当进入到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内面。第三，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会当投入也委身伫教会这个服侍内面会当照你的温数，照上帝互你的温数你来投入一项是2项你会当真有负担这事工。我想通过你的委身，通过你的投入，要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迄所带来的效果，有当时是连咱家己都想袂到比如讲，咱陪伴细汉囡仔成长，咱肯定毋知伊将来要做啥物真重要的事工但是若有上帝引带、上帝带领。我想咱手所做的工，特别真做有意义，真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愿咱通过今日的几段经文，咱做伙来学习巴拿巴真重要的生命特质，互咱也当真做一个上帝所欢喜、上帝所感纳的同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通过今日的经文，做伙来学习巴拿巴伊这服侍的精神。伊愿意和众人同心合意，无私来奉献真做众人的帮助。伊愿意伸出接纳的手，用接纳的行动来接纳保罗，互伊会当真做好的同工。伊也愿意投入这个服侍，真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啊，愿意安尼来学习，也互阮
毋是简单来参与礼拜那定，还当搁较济参与伫你上帝国的事工内面。我相信通过阮的参与，通过阮愿意的回应，你要使用阮，成做下用的器具，成做搁较济人的祝福甲帮助。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也使用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圣诗317首，你若欠缺一失望。咱三个来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
这时咱要大家来奉献。会众请起立，这是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听头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赐予阮万项拢够业。这时，阮要献上阮你所收赐予阮的金钱、时间、财情，来互主用，愿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圣工。首先，咱来关心教会伫暑期的事工。教会伫七月份甲8月份有举办真侪的暑期的活动，有暑期的桌球营，啊，阁有拍拍鼓、暑期营。第二季的篮球 A 队，啊，阁有第二季品格篮球 B 队的活动。煞只阁有下季学校向日葵日记，啊，阁有双联故事屋，以及咱的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营，以及儿童的合唱团的音乐营，啊，阁有咱的
台北囡仔台语合丽营，真侪事工适合着咱的无共年岁的小朋友做伙来参加，真欢迎咱的兄弟会当邀请咱厝内底诶适合的囡仔做伙来参与。每一个活动有详细的内容，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写，伫咱的官方的网站、咱教会的网站嘛有记录。欢迎兄弟会当邀请咱厝内底的小朋友来参加。若是时间有方便，咱的事工嘛需要搁较侪同工来协助，所以嘛欢迎嘛毋望兄弟会当看你有方便的时间，会当咱的干事来了解。嘛会当参与伫教会的事工内底来回应上帝听。煞只第二点报告事项是咱的西罗亚合唱团的金句的音乐咖啡包的义卖，借着一杯咖啡的时间，会当将福音分享给好朋友。安尼看起来真简单哦，是要安怎分享咧？咱来看卖吼，会使透过咱的扫描咱的咖啡包顶头一个 QR code。就会当立格伫西罗亚演唱的诗歌，啊，佮有顶头嘛有金句哦，圣经的金句。咱的咖啡有2种口味会当选择，有顶头嘛有8种的金句的诗歌。咱的包装是随机出货，欢迎咱的兄弟伫礼拜后伫1楼的所在有伫个义卖。咱的咖啡包会当摕来做啥物义卖咧？义卖之后，咱买着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当传福音咧。首先，咱有好朋友无？有嘛？咱会当送互咱的好朋友。咱即摆都想看卖，咱的咖啡包毋是市面上看到迄款的咖啡包，是有咱的今仔日咱的献诗的西罗亚诗班所唱的诗歌。扫过伊的 QR code， 咖啡包顶头有一个 QR code， 扫落以后会连接到伊的诗歌。所以咱的朋友会当听到咱的西罗亚诗班唱的诗歌，像咱的今仔日礼拜当中诗班所献的诗歌，真正是感动每一人的心。所以上帝可能嘛有透过诗歌，互你的朋友有机会来认捌福音。所以咱买着咖啡包以后，会当送互咱的好朋友，未信主的好朋友，嘛会当送互咱的同事，嘛会当伫甲咱的朋友。约出来喝下午茶的时阵，送互伊一个小礼物，买当做事工，互咱教会的西罗亚诗班，透过因真水的服侍，像咱有做一个音乐见证会，咱的西罗亚诗班的咱的团员，咱的西罗亚诗班嘛有到外口做音乐见证哦，有到监狱，好尴尬，也有做很多诗歌的分享，感动就是更生人。所以我想讲，每一个事工拢有上帝无共款的心意伫内底，每一个事工拢是兄弟的支持，咱的鼓励甲支持，就是对每一个同工上好的一个祝福，嘛是一个勉励。所以我想讲，咱教会的事工，咱就做伙来参与，做伙来支持。所以咱甲拄啊到楼骹的时阵，莫袂记起，咱就用行动来支持，互咱的西罗亚诗班所做的服侍，会当互搁较侪透过你甲我，咱的手，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上帝福音，透过诗歌，嘛透过咱的这杯咖啡的时间，会当来做分享。我想这是一个真水的事工，嘛感谢西罗亚诗班会安尼服侍，互伫主日的服侍，以及真侪的服侍。所以伊的咖啡包嘛有2种的包装哦，一种是大包的，一包是500块，嘛有细盒的，一盒是150块。所以咱小等去楼骹的时阵，会当来看卖，会当来继续来支持咱教会的事工。煞只来看，另外一个报告事项就是咱历史上的相连，教会的历史文物小组甲团部委员会合作的历史上的相连的一个新的计划，青年度今年度新的企划案吼，每一个月有一支影片，今年这个月的影片即马就要来做伙来看。伫影片当中会当介绍咱的相连历史上的特别的日子，还有事件，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更较认捌咱的相连教会。这是咱做伙来欣赏这段影片。
威廉牧师 Reverend William Gold， 北台湾教会建造者，声音可以大一点。延时就班。1861年2月25号，真好。吴威廉牧师出生伫加拿大。1892年10月22号暗时，伊甲拄结婚的太太 Margaret Malice Gold， 中文名吴玛丽教弟淡水，甲马介牧师做伙开展一生的宣教使命。性格温和稳重、处事井然有序的吴牧师，成为行事果敢、热情奔放的马偕牧师最坚实的同工。他不仅是马偕生前最亲密的搭档，也是他安息后接棒北台湾宣教事业的承继者。自1901年起，担任领导重任，持续推动福音工作。吴牧师一生重要的贡献，包括积极邀请外籍宣教师甲本地信徒参与伫教会事工，推动北部中会的成立，建立长老教会议会制度甲团队服侍的文化，嘛投入伫南北教会合一进行。伊阁以超越的组织能力甲务实的精神，成做台湾教会建筑的重要的推手。毋但伫亲自参与设计甲建工，搁较推动预算的公开甲会众的参与，互礼拜堂的兴建，毋但伫硬体的动工，搁成做教会制度甲信仰精神建造的象征。伫伊的领导下面，北部教会的宣教中心渐渐为东边拓展至相连地区、病院、教会甲学校，甚至伫后来的台北市区。伊也成做相连教会的首任小会议长，为这个所在奠定坚实的后营基础。他的妻子吴玛丽女士，则是台湾教会音乐的先驱之一，将五线谱与合唱带入礼拜中，堪称台湾教会音乐之母。1923年，吴牧师在视察新竹教会返途中，因人力车翻覆受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于同年6月13日安息主怀。正值北部教会创立50周年，1872年到1922年之际，教士蒸蒸日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00年史对吴牧师有以下的评价：认真做事，信仰坚定，为人诚实朴素，做事慎重。吴牧师以远大的眼光面临现实，并且计划将来。他的民主作风大大地影响了北部长老教会。他是伟大的教会组织家、神学教育家以及伟大的建筑家。他的挚友明友德牧师更在传记中《海外建造家》中引用圣经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吴威廉牧师的一生，毋但是北台湾教会发展的历史的见证，更较是一位谦卑、坚毅、信仰坚实的属灵典范。伊的影响一直到今嘛拢无煞。感谢历史文物小组甲团部委员会合作拍一段影片。这是咱要请姚牧师来欢迎来宾。唔知啊，到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啊无吼，咱只是做伙来做牧养的代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今日的经文，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助。阮通做伙来学习巴拿巴，互阮真好的一个模范，会当成做教会内底的服侍者，成做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阮即时也要特别为着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做伙来祈祷。无论是身体有病痛、软弱的，还是家庭有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还是心灵有逐款的重担烦恼的，主，阮将遮个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慈悲来款待阮每一位。
我们虽然伫困难、伫挑战内面，总是也经历着你加倍稳定，甲阮同在。主，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束缚阮，特别也使用阮每一位，诚做福音的使者，诚做你所使用的同工。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刷会诗圣诗516首，这是礼拜特别刷会众请起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阮，恭受垂肯。